次咧，我哋介紹嗰個咧黑蒜雞，好多人打電話俾我話，哇正喎！咁啊證明我哋冇介紹錯啦。冇介紹錯。食黑蒜夠晒健康，因為可以抗三高啊嘛。不過話時話啦，因為咧最近我睇新聞咧就知道啊，我哋平日用嗰啲電飯煲嚟煲出嚟嘅白飯咧，糖分非常之高㗎。你知啦，我哋華人社會喎，一日三餐冇飯點得嘅咧，所以我真係好擔心喎。咁淑梅姐，我又好介紹啦。係呢個蒸飯煲咧，可以令到飯入面嘅碳水化合物降低，咁就唔使驚吸收過多嘅糖分啦。而且呢個蒸飯煲蒸飯嘅速度比電飯煲快少少，啱晒我哋呢啲咁忙嘅人啦。哇，真係好神奇喎！不過咁呢一個嘅蒸飯煲，仲有冇其他嘅功能嘅呢？佢仲可以蒸出各樣健康嘅飯嘅，例如三色米，即係香米、紅米同埋糙米，口感好正㗎。而蒸飯之後咧，會剩翻啲好有營養嘅米水，可以用嚟開奶、淋花同埋美容添。哇，正啊！睇下佢有咩特別先。哇，有1、2、3，原來有3層不鏽鋼專利嘅內鍋同埋蒸鍋，咁即係話可以一字蒸飯一字煲粥啦。呢個蒸飯煲有個功能鍵，就可以選擇蒸飯、煲粥、煲湯、燉肉、蒸煮同埋甜品添。咁有咗呢一個嘅蒸飯煲，又健康，又可以煮出不同嘅美食。哇 ，Christian 你真係好介紹啊！